宋佳着蕾絲衫露少少，即刻由高級變俗氣，但係張小慧着同款就顯得好有貴氣。其實真相好現實，美嘅邏輯係你嘅基因風格，唔係件衫。宋佳屬於中等分量、直線型、時尚型風格，喺骨子入邊咧就寫住反叛兩個字。當成個網絡都教女人點樣着得令男人心動嘅時候，佢早就將自己個衣櫃變成咗專屬嘅軍火庫。連身工人褲、不規則耳環、利落嘅大光明盤發，佢嘅型早就超越咗性別，變成一種強大嘅能量、感覺同態度宣言。但係普通人如果淨係學個樣，分分鐘即刻出事，因為你只係抄咗個衫，根本未曾理解佢穿搭背後三大核心能量場。喺首先第一層，敢於標新立異嘅底氣係嚟自基因風格嘅對應，佢嗰種時尚恐怖分子氣場絕對唔係盲目堆砌出嚟嘅。就算全身只係最簡單嘅白色恤衫，只要加條絲巾、一條腰帶，甚至一對手套，唔使露胸、唔使扭腰，都可以輕鬆震撼全場。佢嘅底氣喺邊度？但係因為佢嘅時尚感、基因風格，天生就容許佢打破規則。佢嘅骨架同氣場可以穩穩咁撐起所有設計感。相反，如果浪漫型或者少女型嘅人硬係要學呢，淨係會搞到唔三唔四。能量內耗第二層，潮流高級嘅密碼就係直線條同埋份量感嘅精準共振。時尚其實唔等於堆砌潮流元素。對於宋佳呢啲直線型嘅人，所有強調大曲線、甜美少女、感從華苑，乜嘢單品全部都係地雷區。佢哋嘅美就係嚟自利落嘅剪裁、挺身嘅布料同啱啱好嘅份量感。西裝、皮筋、闊裙、風衣經嘅身上就可以玩到最有格調嘅時尚感，遠遠比硬係扮出嚟嗰啲所謂女人味高級百倍。其實背後就係衫同人體骨骼線條嘅完美配合。第三層，能量磁場嘅核心，着衫其實係為咗自己心理上嘅突。當同齡女星仲喺度追求咩少女感嘅時候，宋佳早就已經將每套衫都着成自己嘅戰衣，全包眼線、誇張大耳環、一身黑色嘅摩登造型，或者係黑裙長邊嘅新中式韻味。佢嘅穿搭入邊就真係藏住深層嘅暗黑心理學。當你真係為自己着衫，啱衫就會變成你最強大嘅心靈創口貼同無謂嘅盔甲。嗰啲質疑你唔值錢嘅雜音，自然會俾你強大嘅氣場隔住喺外面。呢種咧就係由俾人審視到自己主宰嘅靚爆特質。所以唔好再盲目咁追求宋佳同款。真正嘅時尚覺醒唔係學邊個，而係成為你自己。治標不如治本，認識自己先至係所有美麗嘅原點。我嘅風格特訓營網上課程，正正就係為你打開呢扇大門嘅鎖匙。呢套課程絕對唔係普通嘅穿搭教學，而係一套融合嘅美學診斷、能量心理學同埋東方哲學嘅完整變靚系統。我哋拒絕快餐式審美，唔會教你死板模仿，而係帶你深入解碼你嘅基因風格底牌，等你徹底明白點解有啲衫着上身就人三合一，有啲就好似借咁戲服咁。掌握咗屬於你自己嘅能量穿搭公式，等每一件衫都可以為你加持，成為放大你氣場嘅利器，而唔係束縛你嘅枷鎖。由根本建立無可取代嘅自信，真正達到人着衫嘅最高境界。